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谈看啊，今边是哪个贵宾？讲林安客家人有名堂咯。提示一下，佢係安苗栗嘅客家鄉親咯。都帶喺馬上用嚟咯，地方咧客家建築，都帶喺馬上喊唔出來。嘿，來啦！師傅你好啊！好，冇想到今輩嘅客家人有名堂。 搶到了吼，也算係好大嘴骨的太師啊！哎，太搞好啊，迄劉爾金啊！當久冇看到嘅劉義健，大家講念咯。1988年，劉義健啲帥哥綜藝團開始演出，過後咪參加其他出戲劇嘅演出。1999年，韓客廳吳少南大師來學大嘴骨，講學唱歌嘅行行都會。不過真係冇想到，佢咪係客家鄉親呢。 其實我媽媽就是苗栗人，那我小時候外婆家也是苗栗，然後我就很小的時候，大概小學到了3年級以前，還常常到苗栗來，就暑假啊放假的時候啊，到苗栗來住在苗栗鄉下，然後在那邊跟很多的這個我的表哥啊，這些表兄弟們玩在一起。有個很重要的問題要問你，馬街問題，小聰哥啊，做馬街，你為什麼還不結婚呢？因為冇請到好嘅師妹啊。告訴你，你要是再不結婚的話，你就進入了這個剩男的行列了。剩男、啊，女生叫剩女，男生叫剩男。剩下的剩，對，剩下的剩，30歲以下的叫做初級剩男。初級剩。這個時候呢，男生呢還有這個勇氣，還有力量為戀愛而打拼，所以我稱他們叫做聖鬥士。哦，聖鬥士。哎，30歲到40歲的這些剩男呢，像你一樣啊，為了事業打拼，根本沒有時間談戀愛啊，成了必然會剩下的必勝客。啊，有必勝客。40歲到50歲是高級剩男，叫鬥戰勝佛；50歲以上就不得了啦。特級剩男，我們叫他齊天大聖啊！哎呦，該才哥呢？哎呀，所以你已經變成什麼齊天大聖了吧？我哋哈，42歲嘞，我40幾歲，不送啊，你還齊天大聖，快要變齊天大聖了。哦，剛我根本是跟二師兄一起去取經。二師兄，你怎麼這樣講？我肚子好餓。節目剛開始，2、3年就帶來很精彩嘅大嘴骨，大家答下數啊！現在劉義健嘅家婆屋卡，火房已經冇睇咧。鼓手頭下馬，先來到客家體驗，帶劉義健來了解客家文化。將演員們正堂嘅排練等等就上來2、3年嘅注意。客家人嘛個意思啊？客家人做起啊，喺咪做嘅總睇到嘅總年嘅黃河流域嘅一帶啊，嗬，經過500個太版田啊，嗬，都要睇到佢嘅南片咩，嗬，過後個最後站要落咗那邊，是反對那邊來以後啊，是睇到海里北嘅時間啊，氣氛上嘅那邊啊，嗬，就開始喺那邊大邊啊，嗬，可以看繁衍子孫下去，把這邊變成了自己的家了。因為啊，你媽看到嗬，好容易嘛有火，客家人嘛有火，那可能要東鐵邊，客家人嘅火房啦，好容易嘅火房冇強龍嘅地方到哪位啊？佢夾喺名場上嚟講啊，嗬，好多人嗱客家人講法都講，客家人嗱好多人而家要講3合煙、4合煙啦，因為常路過喺客家係用係在戶外，又係在愛鵝塘嘅話，做很多4合煙啦，嗬，4合煙，但是客家人多咗名場，很多火房啊，都講一群人啊，嗬，當所人喺度衝下，佢都當所人都火房咧，都講啊，衝下啦，嗬，一片啦，嗬，太房喺東片，女房喺西片啦，好多話講擋曬啊，按日式啊，東島房其實叫做很多火房，按兩個日式，中華神法嘅。我看到那個很奇怪，旁邊這2個圍牆，哇，你的觀察力很強。對啊，跟我們去都不一樣。看過東島客家房，冇看到而家圍牆嘅。做起啊，像要東島按日車嚟啊，強拖就我嚟搶咩嗬？而家睇每關啊，又要保護你地主嘅人咧安全咩嗬？天呢啊嗬，有啲可以講係隱私作用咩嗬？而家客家人做，將以外嘅嗰種扶牆。要扶牆嘅意思啊，本來叫做到大啊，嗬，中間開張門，嗬，一般嚟講啊，大家有相片都有，相片睇到啊，看到咧，譬如講一來開房嘅前嘅就前設啊，如果睇門落嚟啊，嗬，再經過入西門，一中間就西門落落，有意思講啊，嗬，見面就睇房嘅前設來啊，嗬，假使講窗下動下，客家人撞到個細嘅係咪落喺滾鹹水入嚟，一細別個入嚟啦，嗬，睇下如果細啊，一條。
不过伊个保护个隐私爱隐私作用啦，车里也车里来，就算我铁三门本落来了，啊吼，我一条技术啊，但是技术搞唔清楚啊，要增加较长久嘅时间啊，可以整体，也可以准备东西来反抗。真然係當有智慧嘅世界呢。透過陳太哥嘅講解，劉義賢對客家嘅傳統婦房有為初步嘅認識還有了解，未補足嘅細時節細細嘅缺陷。我只知道自己我留心的堂号就是桐城堂，那其他的堂号我真的是不太了解，或者这个你说这个破法这种3合院、4合院，我们小时候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印象来了解这样的一个。婦房嘅奧秘還蠻講述，陳太哥帶定2-3年嚟到正堂順頭嘅農間，可以繼續上課了。你下邊你落嚟係農間係啊？農間，他叫做客家建築啊，一太特色啦嗬。因為客家人啊，有親戚朋友來啊，嗬，佢就翻人下啦，嗬，佢冇到呀，像普通人全部帶到嚟堂下。因為客家人啊，對祖先啊，做家神啊，較尊重嘅嗬。我炒到皮啊，嗬，夾個文人啊，對吧？哦，家人對家人對祖先很尊重，对，騎到旁邊這邊來，好好的一樣來招待。不過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客家大院，我們其實這個說相聲的對語言文字很有研究。像我小時候啊，這個回到這個外婆家，我的表哥們都會做一些童玩給我，有種東西叫什麼乒乓字。哦，乒乓字有辦法要告多啊，係啊。所以乒乓兩個字算是客家話。哦，對，乒乓，我們的國語也沒有，閩南語也沒有。漂亮。可是你覺得乒乓兩個字，它用文字寫得出來嗎？寫唔出來。一個木一個。哦，厲害哦！古說啊，客家懂都像耳經歌跟我按用這個算是這個叫什麼詞？形聲詞。哦，就形容那個聲音的東西嘛。這個中國的這個造字有6書，對，相聲、是轉注假借、形聲會意。哎呦，好厲害呀！我見到，對，大專歸胎詞是胎詞。對，我們這個是那個我們客家也有嗎？嘿，有按用的東西嘛？有啊，有啊。哎呀，是有懂到咧。阿豬爸，斯文劈到兩三十咧，嗬，眼光堂失條站，做前堂唱完下，然後失到嘴扁扁。這兩個字。懂扁扁。我剛剛聽到2個字，好像是講屁股，對不對？哎呦，師傅，沒有想到師傅2個字也可以寫得出來啊！哎，寫得出來，它這個很有趣，這個非常有趣。哇，這張更好玩。對呀，更好玩。這個很多都念不出來，完全念不出來啊！為什麼它都有疊字？看花，它2個用的發，哈是用的哈，你是用的你。哎，兩萬有陳太公，很啱嘅啊！主板快速，哎，兩萬個，要主板快速，客家話，夾嘅，竹夾嘅，竹夾嘅，竹夾嘅，開始了，好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、6、1、2、3、4、1，客家英語講，客家腔，竹板腔叫做客家英語講。一場墩墩都白白台，呢條一家另外3年從東都陽光好，此刻你我都照追佢，邊行茶馬都知得嘅，玉華啲國都買贏台，出嚟天方都贏贏將，第二次交都隨時來，叫山門連最冤屈，出行切作威超財啊滿超財。一春倫敦白發台，倫敦，兩個日子啊，就講嘛吼，要春天家，很專業，春天家是啦，果然是專業的解說員法中用以前的法規咩吼，3月的時可以吼，呢條吼，呢條支架另外比咩？支架。當做搖切書裏比如嘰嘰喳喳。哦，這就是形聲詞了。啊，嘰喳。有3年從中演，這個都知道。從中，這是都是簡體字，少數服從多數。對。其實你我就9歲。等一下，你我，你馬上就是。你我19歲，你我啊。哦，你我嘛，say 把聲意思啊，你我。所以有9種追法嘅，山羊追係會追乜嘅追啊？所以唔係古數學家哦，你我咧，你我咧，是9追咧，就這樣。19歲做會嘅，我12歲。就是馬拉松的意思啊。是9追啊，你我。5行茶嘛，都啲得走。
滴答，就追啊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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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六法必卜满眼开。哦，这两个字是 big ball。big ball。哦，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玩那个 big ball 纸啊。我它是这个花会爆开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 big ball 纸的话，我们就用那个卫生纸把它弄得很紧，一样弄湿，然后啪弄出去也会打开。是在必卜是俩啥？哦，很有意思。那个是小孩子的童玩啦。对，所以搞七七呢，七类轻框连天桥。轻框。大鲁也是眼睛哇！白玉西虾水是西虾，天门台，天门台，台玉虾啪就落嚟，落嘢個吊山門面意外開，係啊。等，意外，失行切錯，門超錯，切錯，應上門打開嚟要去到小神。買很清楚。對先名字啊，背着小孩还要担着菜，天妈你会懂，辛苦的丢吧？那个重量很重哎，头很痛的，还有超顺的妈妈。你看你改听，你按头，改听周威，我用把诶，我用，我还没听到，我还慢1秒才反应过来。門超錯，應上門打開嚟要去到小神。買很清楚。其實行情，因為個小船肉小船單是肉是那種肉沒好，你做緊咧，日本嗰啲卡嘅木屐啊，那當你肉嘛，我們也是起來，乜係啊，你都講啊，講啥地位啊，安尼啊，就嗰種去做緊咧，日本嗰啲卡嘅木屐啊，係啊，我們也是去乜係，啥地位啊，安尼。大家來複習一下，一寸倫敦白發台，2條指甲，另外對，指甲， 3人從中念公道，4客你我酒醉鬼，5行茶馬滴答行，厲害，6法必卜，必卜是咩？萬言開，7類天狂，連天響，8魚西下，隨時來，9山門外，2開，10行乜嘅，7錯，滿超菜啊！感謝兩沙帶來按精彩嘅客家賣嘴法，大家有學會冇啊？客家體驗係涉及全台灣客家婦風學會素材起來嘅復古建築。陳大哥特別提醒兩沙人，客家人行業正堂有規矩，愛欠個門檻，客家愛男做唔要落門咯。平常是你來到了吼，全部看到了係統貨啊，較注重嘅牌位啊。對，這應該是拜祖先的吧？你有冇看到天地君親師哦？因為客家體驗啊，係個政府嘅管控嘅措施啦，不錯啊，就是用啊天地君親師啊，推出。因為按中國啦，在明朝嘅時節啦，嗰個皇帝最有貴親啦，對天道尊敬嘛，對天啊尊敬嘛。君呢對以前嘅皇帝，他送我哋尊敬嘛，親自來親人啊，師跟行先生，好像唔是講嘅，因為肉食啊，食啊，因為終身為父。對，但我不禁想到我在拜這個吳兆南大師的時候，我們拜師的時候啊，也是走的這個梨園行的那一個傳統，我們拜的也是天地君親師，要先拜天地君親師之後才能拜師。也是這個一樣的意思。頭擺老祖公為了天地君親師嘅牌位，並地總統，為大家來尊敬，行個報答佢哋嘅恩惠，客家體驗延續嘅安尼嘅傳統，行個秋天順頭嘅旺物，陳大哥又有問題，我來考大家了。阿梅就是阿梅媽媽嘛，阿梅賣菜，
梅是这个字啊。对他写这个字，哦阿姆麦菜，阿梅麦菜。这些诗词啊，全部它是形容一个动作跟一个那个很少有这种感觉。来，你念一下。炸去冬瓜、老黄瓜。哎，冬瓜我知道，反瓜。反瓜不会讲南瓜。南瓜，你刚才讲金瓜。南瓜金龟啦。反瓜。重点是这个劳，就是说这，我最近在演那个我们这个客家台的形象《风少年》嘛。我就说我跟你爸爸说，老娘爸爸。老娘妈妈。老娘爸爸。就这个字吗？就是跟这个字。阿梅开出来送给麦。凯就是挑担的担。对。再说一遍。阿梅开出来送给麦。凯。很凯，你很凯，就你很有钱嘛。阿梅凯吹。凯吹送给麦。把去落来仙女字啦，背着小孩，还要担着菜，听妈，你看都辛苦的头发，这个重量很重哎，好的，还有掏出娘妈妈，你看你暗从听周威，这个温柔把给温柔，我还没听懂，我还慢1秒才反应过来。冇禮貌，唔好欺負來賓啊！客家嘅文史懂成法，精準嘅表達動作很有意義。一條阿梅麥菜，正見就係客家版嘅主持前不一樣。接下來還有另外一條言客，我哋考大家。也屬實啊，係講客家人用嘅招待言客，除咗從茶點鹽、搶食檳榔以外，還有詞雞、詞魚，準備澎湃，我哋搶大家喎。熟梅，給雞，種給齒。这个戲裡面就有說這個，就是這種刀法。吃你的齒啊！殺雞跟殺魚的刀。劇情裡面有說這個又不是我女兒殺的。你沒拿齒的。沒齒嘅。就這個齒。沒想到真的有字哎。好，把手、筆筒、手，台不是也是沙嗎？齒不是也是沙嗎？台是用破的。哦，哎呀，哇，這麼不同哎！刀法不同。真見懂有意思，此也則是啊，現在通作冇強用，啲客家話地圖有冇強用嘅念法，每本留意見大概研究，學到當到客家話嘅精髓。離開客家體驗，留意見帶定小組來到苗栗市嘅茶室宗祠，係苗栗當有代表性嘅祠堂。強哦，漂亮啊，像廟一樣，沒有強龍哎，你看，哎呦，太高哎！哇，這個，哎，知道他們都姓什麼嗎？都姓，我知道，都姓謝。哎，答對了，廢話。泰國香好多媽咪啊。嚟車財家。哦，你好。財團方面，車是北部優衣財團的總幹事。哦，是，聽唔到。係車金燕。財團方面的寵物幹事。哦，兩位。車前面係董事長。哦，董事長啊！哎呦，乾爹好，喂，到處太多的乾爹。兩位好。寵物公司車開盤。哦，呀，那寵物公司車要求。哦，呀，那寵物公司車收總。好，鄉下家統後會嘛該。古時代啊，就一個神霸，喺祖先王嘅阿舅，因為戰功，所以佢都老爺封到來咧，封到車，所以以國為鄉。在春秋500戰國七雄以後，也受國的車國遷到陳留。但是經過清朝嘅冤家之亂之後，中原的人士全部南遷，車家也一派咧，就對陳留，然後遷到貴溪，然後在貴溪山下，經過當道台的時候，就是那時在清朝就車岸忘記做官之前，帶來咧貴溪山下嘅東山，然後出來就是湖南北方嘅福建吼，下來的時候車岸保護入嘅清朝嘅王室，所以其他就拜於宰相，清朝嘅好武帝啊，以孝武帝，佢出巡的時候就順勢拜訪那個宰相府。
伊看到了条树的啊，很强，非常的强。伊讲也系车架嘅宝树。报数哦，谢家的宝树。所以车架同好有陈柳、陈柳、龟旗，还有东山报数，也所有同好都爱你车木嘅。真嘅讲喺同好。感謝大哥老鄉車同好嘅頭來面戲，解釋到清清楚楚。人人車裏見嘅車木親切，咪都會來呀擺哦。董事長，我用進去了。哎呀，來裏邊都看一下好冇？慢我哟，我慢講。我遐個車木啊，我遐個建也個有規矩嘅，乜規矩？做唔做唔得開太門，中門，中門係要有窗簾，我有高考級嘅，係車木人，嗰個叫秋季大典。秋季大典的時間，我們有養生的時間，養生的時間，才有開了才有開中門，基本嘅中門。啊，基嗰個嗌呢，春秋兩季，要行9千里。哇！也台灣學黨少行9千里嘅，係啊，每年都要行9千里。所以唔來客家電視台來，還可以開中門。哎呀，我太榮幸啦！哎呀！有譬如講，喺公館下山莊嚟講，台灣相比啦，客家所嚟講，係一個最出名。最出名。對。嗱，講你阿木嘅呢個，我阿木冇一半，全國人都知道。哦，還沒有很。放心，不會有問題的。真緊。小鐘哥，好，好吃，酸酸乾乾。最後說嘞，比韓國泡菜好吃哎。係啊，啲建也個有規矩嘅，乜規矩？做唔得開太門。客家電視台來，還可以開中門。哎呀，我太榮幸了！哎呀，按這樣，哎呀，我把我們當作是貴賓啊！你係香，你香哦，出嘅時候門係按照出江。哦，來，開門啊，開門啊，太牛了！完了，開門嘞！哎，哦，重要哦，平常是哎呦，看狀元呐，不然就高考的姓謝的高考的及格啦。哎呀，什麼愛是這哦，不懂哦。真件係動態嘅公約，所以得到安尼嘅狀態。唔過車木嘅規矩，還係愛嚟遵守。大家乖乖嘅對右邊門入去啦。也見車木祠堂規模動態，係全台灣3大上車嘅祠堂之一。一同公拜，向董事長過審。過審，中槍顯示神龍皇帝。營業門，董事長就先撈老祖公來講，同時祈求大家順時平安。上車嘅眾人係頭擺苗栗開發嘅重要乾夫，270年前就對廣東梅縣來到苗栗開墾，從此地度含標嘅向陳年嘅阿公鋪牌。現在第一擺老土匪交戰嘅過程當中，上車嘅老祖公車赤佬。老來天數嘅陳阿生真是嘅，為到感染陳阿生嘅義勇，啲亞實嚟排比我嚟拜祭，每本後世子孫做得啲食果子去拜樹頭，感謝祈禱。看到了後，下懂到了吃啊，媽啲頭擺落啊，篳路藍女啊，媽懂情故啊，啊才有按嘛，大家吼不會忘記，哎呀，注重啊，真正懂情故的嗰個地方。我看到了地方真嘅，東西看到啊吼，按講嘅呀公堂。也就一般古時代是沒有祠堂嘅嘅老建築，唔管當過嘅梁啦、厝啦，哦，像廟，等於就咁樣樣啊嘛。買咗地方哦，有特別多一個時隊，唔講啥物啊，研究在南洋，哦，海外分以面苗栗，哦，這邊呢？燕順一孔樂，秦吉很一樣沒之蘭，這個飲水思源，然後後代有發揚，還有黑暗的意思。車祠總祠第1932年開工，1935年現正關渡山大鐵塔廢鐵整個，現時列作苗栗嘅歷史建築。離開嘅車木大哥，苗已經行個小組愛向公館出發。現在也下係做卜菜嘅季節，
香港公馆有一个当强嘅泡菜专家，不过请到佢之前啊，要先请佢嘅经纪人紹介一下。而家咧希望要結拍。一啦，呢個喺公館下三種嚟講哦，台灣香料啦，客家菜嚟講係一度最出名。最出名。對。嗱，講你要木料不要。牙木冇一半，全國強最出名。哦，還沒有很大。哦，前高票。誒，你有乜嘅願景？嗱，想培養客家人嘅可能想做牧場啦，做埋小孩用嘅啦，嗬。另外就講本來退休人士啊，有個草料地方，江蘇也都空氣啦。空氣很好，了會廣告了。為了人為氣息嗬，當好。真嘅當好，還有為客家菜又好食。對。係啊，哦，真嘅。誒，一咖啡係你自家泡嘅啊？一啱可以做啊，本老做咖啡吧。啊，真嘅哦。現正對故鄉當通寫。本劉太哥決定要用自家嘅硬件專業來去民宿，行家幾戶客人向下經營，佢講要留公館嘅獎推廣出去，咪歡迎大家來公館做客哦。前公廟有種泡菜，呀，我冇種泡菜，隔壁有種。隔壁種泡菜，湯兒講呀，個個買。我叔爸個，叔爸個，我都泡菜打嚟。其實做了專門。專業咩？專業咧，你有看過泡菜嗎？有試過，有試過，不過冇看過它原始的樣子。我們一般我們吃的泡菜都是已經經過那個客家來醃製啦、做過，然後那個顏色是那種土色的。對。你有看過正經的乾泡菜嗎？它原始的樣貌我沒有見過。冇有，等一下你就可以。挺可以啊！搶嗰個泡菜達人。哎，教你看用嘛做泡菜。好，按就這樣。謝。歡迎啊！按就這樣。點睇咖啡，大家隨出發。劉太哥還是喺自家嘅公園府調查，去接送兩位大明星。哇！2分鐘過後，主角啲香溜溜嘅菜園地圖現身了。你香柳是嘛？香柳係馬街頭。胖山頭嘅劉太哥啊。對。跳強啊！不過你話看泡菜。我冇看到泡菜啊，哪會泡菜？泡菜其實泡菜就係亞種嘅菜做起來嘅。這什麼菜？芥菜啊，又叫蟲年菜。過年哦，我媽媽一定要煮這個蟲年菜給我們吃，但是我們覺得它煮起來有點苦苦的。我不行，吃蟲年菜才會長命百歲，這樣是對不對？苦盡甘來。一菜你有冇按到蟲年菜啊？為什麼？因為蟲年菜嗬，係以前農業社會噶，有個人耕種發的田，有個人種苦就冇辦法耕田，就一起做長工嘛。家都已經就到過年去嗬，天氣嘅無割田以後就開始種一樣嘅，種一菜家嗬。就到過年都好舒適，農業社會係平常，家一自己阿咩過年啊，自己阿咩一個插出來米啊，米就拿來混呀樣，係啦，長年菜，我哋就本長年嚟食，做長工嘅嘢，前邊食，食到廿菜都呢個，我過年了當天都有在了解你的，不用，一年當會了100、200，就延伸到後面才衍生出這種意義啦，哈。對，長年菜要按照芥菜，因為佢嗬就兩條就出嚟就煮個當老豆咩，佢種當太片啊，幾百條嘅，幾百條有春啊，春嚟叫做滷鹹菜，酸菜，酸菜也是，對，用滷鹹菜用鹽，不用嗰個同紅冷，冷一浸下就變曬乾啊，曬乾葉不用鹽落去冷，清熱到深熱就變成黃嘅鹹菜咩？拿去市場賣，要賣唔得，依個叫做拿曬泡菜。鹹菜又做成福菜，做成福菜。福菜是吃根嘛，那葉子怎麼辦呢？就做鹹菜乾。鹹菜乾會咩解？梅乾菜啊！劉義健啊，你學到嘅好，芥菜做嚟變鹹菜、泡菜，還有鹹菜乾，3種完全冇共用口感嘅面食，也就係按客家老祖公嘅智慧啦。一下天空當啲無限做泡菜，夾落去看啊！以前係用竹果吊燈嚟曬咩？細間係嘛，就係用竹果曬，也因為2度嘅嗬，就冇辦法嘅。
我妈妈就用晒，也变得较通风啦，较热燥啊。较热燥。也晒到太多夾嘅標準吼，3件存到熱件啊。就做得咧，做熟悉啦。嘿，不过我看了太子记得哦，按用拿起来，按用丢了无，个人说咩变来变去，记得就做乜嘅？因為佢啊，我比晒到呀，全部有用，同樣嘅什麼？你冇變的話，吼，要冇變就我很開心。它这个没有照的均匀的话，还要翻来翻去，要让它这个让太阳晒的均匀，变成一样的颜色，土色。所以不过它这还有点青青的颜色，这就是要把它变过来。所以要靠太陽曬的。變過來，本一條路曬到了地方。各位觀眾看到冇？暗用是有曬到嘅，吼。粗嘅。你有冇粗嘅？水真唔會照睇。水魚啊。哦，水魚啊。水魚要比照睇。哦，水魚比照睇。要比咱們山塊人較曬到啦。哦。我聞到這個味道，就是已經潑出的味道了。這是可以吃了嗎？可以，很乾淨，這樣直接吃你啊很乾。啊？你沒關係，放心，不會有問題的。真緊。哦。很酸酸的，乾乾的。小鐘哥，好吃，酸酸乾乾。好吃嘞。真的嗎？放心。真挺好吃，這個不含防腐劑，冇落防腐劑，冇落色素。比韓國泡菜好吃哎！哦，比韓國泡菜好吃哎！哦，凍乾嘛，凍乾哎，這有加鹽巴哈，就是鹽，不是鹽而已，就只有鹽而已吧。它防腐就是鹽嘛，而且給吃人的甜吃鹽的，都甜的。哇，你看有醬哦，我靠，你看到冇？以前都偏方嘅記出係長嘅色，長嘿，你還變色的，也變色，滷下去都變了，也沒用鹽色，係太陽曬出嚟吃鹽嘅。薄如蟬翼。你看，你阿妹啊，是做嘅鹹菜乾。原來好食嘅泡菜係按嚟做嘅啊！劉牧對泰國夾把雞腿起時就開始做泡菜，到今已經有60年嘞，真件係泡菜把門世家。我太子做了做幾多年咧？做好多年了。幾多年咯？剛剛劉班長對你好冇？好，很好。夠拍啦，又拍，係個客家吧？真啊！懂章。有薪水有付給你嗎？有欠你嗎？有2,000，然後欠你2,000是做咩？哎呦，真挺好看，好會調價啦。真的。太家做我懂歡喜啊！真的。邊訪問還邊做，一般就停下來了，可以混一下。對，給麥。而家就係牙老闆了。啊，幾正經。阿木高嘅牙又一穿錢啦。哎呦，你看正經麥穿開錢也上有。宋老闆好。那省工上。啊，太子你想嘛個？我想夫哦，該你阿同我開嘛個？清河堂，哎，姓傅是不是？哎，姓傅，哎，是清河堂。該叫太子咯，太子。香港的啊，姓江哦。那你喺嘛個同學？寄陽堂。當年41年12月起時，啲返工嘅國體高校就係做泡菜嘅旺季。劉太高家屋下種係4甲嘅芥菜，當年泡菜嘅產量就有4-50件按多。就啲愛進行行業鋪嘅時節，劉義健咸豐很甜，講係愛講一則大新聞。哎，小豬哥，怎麼？哎，後面。我這裡我來過，你來過？哎，在夢裡面的，那不是夢裡面啦，這是矮山嘛，愛山地哈。那一家我知道是誰，嘛啥？是五月天的鼓手冠佑他們家啦。搞不卡，帶對了未？錯。買了哈皮嘅，用班啊吼，劉班長啊吼，舌頭按太甜。用班的。給了了不要吼，踩2下，我們要踩100下。他說腳夾着夾呢。腳夾着哎，沒幫的，然後一批緊吼，一片。哎，我覺得我弄得好像不夠緊，那怎麼辦呢？你可以幫忙弄嗎？你把涼飯我。空涼。知道是誰？嘛啥？是五月天的鼓手冠佑他們家啦。搞不卡，帶對了未？錯。哦，五月天啊，我跟你講，下一拜吼一定會搶夾
要灌入来送。换他们来唱。客家人有名堂。系啊，都两位落来按拳咧，冇唱到佢实在哦。有观众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喺搞乜啊？我也五月天都特別也夾爸爸喎，夾爸爸冇搞，喺第二家啦，老家，兩天看得到全部都係，全部行呀，還有苗栗縣政府，那錢給一枚叫超商的，哎呦，太有錢了，哎呦，哦，實在哦，你看更要訪問到他，見唔來，唔係客家人，客家人要來支持一下，支持客家人啊，支持客家人。不過正經哦，我送到誒，送一拜吼，以前啊，他跟劉畊宏是同學啊，劉畊田是吧？劉畊田，劉畊宏生的時候他送什麼，你知道嗎？送什麼？就送了2瓶福菜，原來跟這個有關係，有關係。那福菜是他爸爸跟你買的，哎呀，2次give me 5。哦，我開始想啊，劉畊宏拿出了唱 Annie 了，想啊，不錯，那暗後生，黑你中的哦，果然真相就給大白了，真相了一個大白。不過了後啊，吼，劉班總啊，出 Annie 了了以後，黑 Annie 用啥？留給天數，咪改動作，因為要撲菜，嘿，因為要人比較早地位，一般還要個世界一拜。那我來剛應該比較有用啊。我覺得你會把它的這個不單單水分，你會把連個根的那個汁都給它宰出來，全部都只能做鹹菜乾咧。我最近有減肥，好不好？按你嘅講法，已經較為當倒白嘅啦。小眾哥，唔好咁咪殺幾嘢啦。一條撲菜使嘢1禮拜過後，就會表現太痛嘅地度擺好來，撒定冷出嘅空氣含有水分。唔看，加到見冷見沖，快樂到奶唔得。使撲菜完全按意思老田公來食飯，係講樂意就是做得tou彈天天，故所見不嘢啦，就係當好菜呢。我咧下啲嘅，用板啊吼，劉班總啊吼，舌頭按太強。用完了，給了了不要吼，踩2下，我們要踩100下。給要上來了哦，不用花那麼多力氣，踩個2下，全部搞定。對。哦，鼓手吼，真嘅。撲菜後生啦。撲菜，你看，可能給他神傳是啲嘅，他這個絕對踩過之後的話，保證是最好的東西。就啲大家講笑嘅時節，婦人家就愛留太痛嘅鮮奶味。過後拿太砂骨摘出水分，3年過後個拿出來洗，按呢愛做3遍，前面表現3條硬度，本期罰30日，撲菜就做好誒。哎，你會灌我的客家泡菜，亂灌我的客家泡菜，不會灌我的客家泡菜，別胡灌亂灌，灌壞了我個客家泡菜。哦，呀，大水骨的胎死真係冇簡單吼，你愛來啊，灌了。客家撲菜，用板來灌哦，睇住，搞下，切客家撲菜啊，你搞你用板來切，拿起來夾的呢，夾，凍落去。哦，他說腳夾着夾呢，腳夾着，沒幫的，然後一片切，吼，一片，撲菜做好過後，接下來就係愛整啲硬度來買，是冇看也通咗按摩喎。劉眼鏡啊，唔好調身啊！太子講啊，我用10點嚟嘅書記，認真看遠，將做嘅老撲菜切到質，安尼就做得不用當久喎。做撲菜那個過程懂得嘛？你最厲害做最夾係嘛？哪一個步驟？我啊，我後上特用最夾。最夾哦，1級棒，厲害咯！有累啊，沒辦法有什麼痛誒，我80歲。你80歲了啊？80歲啊！哎呦，你有80歲啊？控唔住了。咁你一個幾多關？你自己有算過嗎？家要要接50人關啦。1日了。咁你我接千道。一罐要10分鐘，等於說500分鐘，500分鐘除以60，我算數比較差。9個小時。9個小時。對。20個人啦。20 K， 20 塊乘以50的話，1日做得穿1000 K， 差1000 K。啲家要要穿得到也仲穿唔到啦，也好熟呀，一下太陰啦，也未有太太啦，也未去唱間練啦，我切架骨體啦。哦，咁行唔好穿。也較冇錯。你較唔好穿。
不好赚。跳高都加位啦，加钱啦，一个咯，加30 K 啦。我觉得我弄得好像不够紧哎。这你还没有弄到啊？听你接下去几多了？那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帮忙弄吗？怎么办？凉拌好了。凉拌怎么办？要浪费一罐呢。硬讲啊，伢着2-3人啊，出去顺头了了，唔好差到家着做生意啦。就安尼紧做紧打嘴鼓，2个客家男美人伫公馆庆祝呢小世界温馨嘅回忆。秋啲夜时节，刘太哥咪准备好嘅点心，客家版嘅下午茶来了。我哋还买个东西啊，叫什么？酒香玉丝糕。酒香玉丝糕。嘿。哦，我有听过正光金丝。喂，看到没有？断面图。哎呦，你看下部位。哦。很强哦。哎呦，不要送波呀吼，油葱啊吼，客家吼，客家平常是你吃童年的时间吼，他会加的东西，还有部位，它部位全部都已经切成丝。哦。有吗？米通有吗？或什么？绵绵密密的。然后呢？那个韭菜、萝卜干、虾米、香菇的香味呢，从鼻子窜出来。哦，怎么样？是中午讲的。冇想到快脆下面含个芋头，就系暗好食呢。现在屋外咪系公馆嘅特产，故所刘太子老亚条食材混合起来，得到暗好嘅味道。就啲也泡菜甜好，大家見食見講，很幸福哦。唔過演舞來了，劉太哥屋企嘅同學，也到2-3人啊，愛好好來小結。第幾時咧？來台第5次。第5次，第5次，哎，第5代，哎，第5的。那你要留什麼？劉魯民。那個劉什麼？劉魯民。魯，魯國的魯。不是，因為都有湯姆媽出了。名片那樣。劉魯民哎。哦。這個就是“汝”是古字來講，就是你的意思。小鐘哥，嘿，我這個他第2個字的意思跟我一樣。汝，你有蠻過？我的第2個字是什麼？二也是你的意思啊。哎呦，對不對？有關係哦。阿伯講啊，這條嘅祠堂有2隻堂號，一個係大家讀清地嘅彭上堂，另外一個按照鐵漢樓，也是係有典故嘅哦。宋代有名嘅監官劉安世。現在唔數建成嘅暗殺威脅，本蘇同學曾所講係真鐵漢也，下後劉部子孫就用鐵漢嚟做同學。比如說，你看那貨房啊、吼公堂啊，全部4合院它都，看到2層樓嘅它小。對呀，為什麼呢？你有冇做了？以前啊，全部都租呀嘅三合院，三合院。中庸。現在呢，就變到。也國福政府係咪啊？佢冇做也三合院，都做樓房，全部都做樓房呀。哦。也一路下都做樓房。因為咧進步的啦，還有那個條擺有啊地通啊、路的木啊、地震，嘿，全部方特嘞，方特古時候咧新建啊，都是做成這樣的，2層樓一樣的。剛才有韓國的時，看到有一隻太湖吧，旁邊有個擺個石條，幹嘛個石條？哎，對，這個石外，石外，韓國石外唔啲用啊擺石外。唔啲，你睇啊，佢也。有昨日嘅禮堂，禮堂水都1層嘛，1層嘛，呢度下把聲嘢會高啊，會高水。其他嘅地方啊，都往都會尖度，先至的。古時候拜間，所以呢，都人家都曬嘅室外，嚟保佑附近嘅聲音高水啊，好多嘅平安。你夾各位看一下。亞盡室外係附近嘅居民嘅舒服城。唐講的清朝嘅時節，係一個向聯美好心人案例，已經有8公元嘅歷史誒。除咗保佑聲人呢，還有當道嘅傳奇故事。唔看見證嘅人來了，都在銅鑼鄉的人。哦。也是來30公歲的呢。哦，真嘅啦。靠咗法官啦。法官哦。加面當50歲邊呢，來啊精神同佢講，結果也叫做起來，我都怕都唔得，我講啱住，我跌高嘅，跌室外同意當來嗬，因為一下下邊咩，本做回去哦，
伊我就讲起木厂是来掰啦，掰的，这掰掰假赖是考到法官，考到诶，假掰啊，扣把杆，假掰啊，窟窿医生啊，拜了就考到了。啲呀，愛提倡留意見啊，喺講順時實現咧，愛在個多種類感謝實愛喲。這位闺女，我想也兩個男嘅人啊，可能咪又到都市變背農嘅，從一結菜嫁出料理出菜了。台灣你說啦，從年菜啊，假年吼，其實從年菜一樣啲，你啲下上波要標啊。哈工啊，还有这些东西，还有 SO 酱，还有得说是一个改良式的。对。从年川呢，一般煮起来会苦苦的，懂到底呢，我们大厨师煮的会不会苦苦的呢？你来试看看，好。哎呦，死不例外嘛。没什么苦味耶。来试看看。对的，你讲部位米都冇，它保留它的甘甜，哦，加上个海鲜配上，对，那米都很辣甜。到了，是要用了泡菜整，真的吃饱是怎么样？要沾你这泡菜的汁，哦，是讲米头哈，哦，而小的有生，对，要有这个汁，哦，加它的汤汁，味道冇。那泡菜切，哎，还泡菜跟米都全部啊，哦。吸水力，这样子试试看。它普通跟意大利含米啊，全部都跟应该牛比可以度哎，不用加任何盐巴，用普通自然的那个味道是做的嘞。嘿呀，哦，好听哦，哇，这个要掌声。老板娘才说的对，加了那个汁，对，它的味道又不一样。泡菜。这样融合在真的，直接拿一碗饭来浇上去，小朋友对，就会下饭。好了，来试一下，那咸菜，咸菜就是这个芥菜，第一个，第二个是变成不菜，第三个还是咸菜馆。哎呦，专业，两位大师就专业。后生，哦，咸菜的那个汁都做了，懂听没懂好人哦。按牛肉又很新鲜，好食就唔好聽啊！接下來壓出泡菜結咧，咪係太粗當強加速伊作品。攞泡菜切碎，加啲結咧啲度，就加係一份甘甜。馬上講泡菜將做得煮3層肉，食得很多，泡菜乾咪做唔得變個，經典嘅來了。哎呦，不加皮，金黄色的呀！哎呦，哦，你这炖肥的跟瘦的要结合。这炖多久啊？这大概在2个小时。哦哟，而夹点阿皮，你都哦，好好吃哦，冻了皮，冻软，冻 Q， 非常出来哈。最重要的泡菜，那咸菜可能味道全部你要很快入哎，太好吃了。那个来碗白饭给我，白饭给我。大家聽出係健臀口水嗬，前面再個用泡菜湯來煮嘅火鍋，以為當好嘅結果。泡菜嘅甘甜醇香，也就是客家人幸福嘅秘事。哎，今天这是真的很开心哦，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参加这个客家人有名堂。哎，这个节目呢，让我又回到我的这个半个故乡啊，这个有很多回忆，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啊。因为这个说相声的说学逗唱啊，我时不是说只要是让人听得懂的，它就是相声，所以我也要说让客家人听得懂，用客家话来说相声。有朝一日能够在客家台主持节目，加油！客家人有名堂。